好吃。龙小弟，龙小弟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啊！来人！皇上怎么了？哎，这手怎么了？皇上，您可要保重龙体呀！世淑姑娘，您快劝劝皇上吧。皇上他说，天下大旱，这都是他的过错，他要责罚自己。您看他抄的这些佛经，那都用的不是墨，都是用自己的龙血呀。多嘴，快！哎呀，林公公，你在意。皇上这脉象不对啊。虽说皇上日理万机，劳累过度，近段时间饮食又过于清淡，但也不至于如此虚弱呀。皇上以血代墨抄写佛经，都抄了那么大卷了，身体自然而然就衰落下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皇上千万要保重龙体。微臣先给皇上开几副补气养血的方子，皇上自己也得多注意，要多进饮食，多休息。这时候谁劝都没用，除非老天爷降雨了。好了，朕没事了。这件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，千万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。皇上，我收回之前的话，您是一个好皇帝。